這幾天非常受到民眾歡迎的魔法森林市集，將在週末登場。十個園區即處以東西交匯、古今共振為核心，辦理2026魔法藝術節，希望讓全國民眾感受台南的魔法魅力。這一次呢，我們也把魔法的元素導入了東方魔法。那呢，這次在我們的皇帝殿，也就是我們的之前的祈福館，把它打造成為一個東方魔法的一個神聖禁地。那這一次我們也邀請了來自新竹太初玄清宮的葉俊南道長、阿南道長，在現場來為我們展現將道教與藝術結合。那除了現場的這個米龍的創作之外呢，還有我們非常精緻的這個神尊的畫像，還有呢我們非常難得手工藝的這個紙紮的一個神尊，也在現場來做展出。也希望呢大家在過年期間來到這個魔法市集，可以帶着滿滿的東方法力，迎接新的一年的到來。太初玄清宮葉俊南道長將在現場表演美容創作，伊也是創下230公尺、富國祥龍紀錄的美容藝術大師。用這個傳統藝術呢，變成是當代的藝術傳說。那將我最擅長的米龍呢，變成一種寫意的意境呢，將皇帝的這種威靈跟險惡呢，以及東方的藝術傳說呢，把它呈現出來在我們的皇帝殿前面。同時呢，也透過宗教的新春祈福團拜的儀式呢，我們今年特別為石鼓創作了一個很特別的石鼓通寶。這個是全球唯一，也是限量的500枚哦。所以呢，也邀請大家呢，想來的或者是還沒來的，趕快來到我們的石鼓園區呢，來感受一下所謂的東方魔法以及藝術當代的傳說。那也希望呢，從中呢，我們還有這個祈福的點燈儀式，還有一個呢，很棒的配套，也就是我們有這個東方的論壇，還有呢，祈福活動。那你來這邊呢，絕對不會讓你空手帶回去。阿南道長也將新竹的太初玄清宮很有特色的宗教物品以及聖物呢，要來免費贈送給所有的好朋友哦。2026魔法藝術節加魔法森林市集，將在2月7號、8號以及2月13到15連續2禮拜登場，活動結合國際藝術演出、主題市集、集合體驗等等。讓民眾走入石鼓，就當親身體驗魔法同款的奇幻旅程。但是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。